나는데 그 유명한电视剧 속말이야。 那么今天呢是噶举大祈愿法会第39届的法会。首先，我要问候尊贵的国师加长仁波切，还有苏曼高汪仁波切，还有明州仁波切，还有波卡仁波切，还有与会的所有的主顾，还有堪布东仁波切等等大善知识们，还有这个我们的皈依处，也就是僧团，男女二众的僧团等等，还有所有的具信弟子们。所以最先要向各位问候，祝大家身体健康。那么在今天呢，现在是要讲说这个有关阿底峡尊者的传记。那么要讲述这个尊者传记有几个原因的。那么首先，要讲说尊者传记的原因。第一个是在众敦巴大师他写了一个阿底峡尊者的30赞，里面提到：若无智慧圣者灵，虽有佛法住藏土，众生迷昧甚深意，善说尊前我顶礼。那么在阿底峡尊者这个抵达西藏之前藏地出现了很多对于密法的这些错误修持。同时当时呢，人们也不懂得要如何正确无为的同时修持三乘法门还有显密二法。所以当时因为当时的这个藏王的恩德，就邀请了尊者来到藏地之后，不仅说净化了这个教法，而且很完整的阐明了修行的所有关键要点，所以使得藏地的修行者们就能够如实正确修持显密双运，还有这个3种戒律无为的法门。因此呢，对于藏传佛教的发展是有着深远的恩德的。尊者对于这个是有深远的恩德的。那第二个，这次要讲说阿底峡尊者传记的原因是，譬如说我们都知道的一些修持，像是从皈依开始，还有发菩提心，或者说修心的法门，还有这个转心4种思维，或者说回心4法等等这些在共同道次第的修行法门，几乎都是经由这个阿底峡尊者所传授下来的。因此，阿底峡尊者不仅是可以说帮助到噶当派，让噶当派受益，包括萨迦派、格鲁派、噶举派、宁玛派在内的藏传佛教各个大的教派呢，都普遍蒙受了这个尊者的广大恩泽。那么再一个原因是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格鲁派和噶举派这2个传承，是将阿底峡尊者所传的噶当派教法，还有马尔巴大师所传的密法修持相结合的这么一个传承。尤其我们现在广为人知的达波噶举派的很多特色法门，包括前行的这些出离心的法，还有像菩提心等等这些教法，还有正行的
这个大手印的具身于节，还有在节行的这个地道次第等等这种4种于节法门，许多呢都是源自这个阿底峡尊者的传承。因此呢，阿底峡尊者可以说是我们达波噶举派最重要的这个法源之一。所以阿底峡尊者讲说他的传记，我觉得对于整体佛教来说，尤其对于达波噶举派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另外呢，在冈波巴大师的教言集当中曾经有这么一段话，他说：如果不将那罗巴的教授还有噶当派的道次第结合修持，就很难真正利益众生。所以我们身为噶举派的弟子就应该要了解这么一点。然而呢，我们这些后学者对于从尊者传授下来的这些噶当派的教法的这个重视程度，却日渐的降低了。这导致一种什么状况呢？就是没有办法很好的建立稳固的这种前行，或者说就是修行的基础。所以在未来呢，我觉得更是需要强调这些教法的重要性，就是噶当派教法的重要性。几年前我在噶举祈愿法会的期间呢，就尝试建立这样一个系统，一个传统就是在前行课程的时候要讲授噶举派的圣神法要，在正行时要研习噶当派的教授。所以希望大家都能在未来持续重视这一点。所以以上就是几点为何要讲说阿底峡尊者传记的一些原因，几点原因。那么接着我们进入到讲说阿底峡尊者的传记。那么尊者诞生的时间大约是在这个公元982年。因为根据仲敦巴大师所写的一个赞颂文中就记载，里面有这么一句说：上师遍知尊生于阳火马。那这一段记载被认为是最具可信度的一个依据。那当然也存在一些不同的看法。接着是阿底峡尊者诞生的地方。首先他是诞生于这个古印度。那么在古印度呢，印度分为东南西北4方，同时还要再加上这个中央地区，因此呢也称为5方圣地。这样的一个地理概念我们很常见于这个像唐玄奘大师、唐代玄奘大师等等这些当时汉地中国的义士们远赴印度时所写的那些游记当中。所以当时就有这样子一种5方圣地的说法。那阿底峡尊者他是诞生在5方圣地的哪里呢？他是诞生在东印度。就像仲敦巴大师的这个阿底峡尊者的30赞当中就提到说，荟萃之境孟加拉。
然而，按照现在的这种地理划分哦，这个地区已经不属于印度的，而是属于这个孟加拉国。在古印度来说啊，这个东印度，这阿底峡尊者诞生的这个东印度，当时属于印度的，但现在是属于孟加拉国。那么，尊者的这个确切诞生地是在哪里呢？那么，根据纳措译师所写的一个80赞，里面有这么一段话说：“东方萨霍尔，此处有大城皮诃罗普尔。”现代的研究者、学者们认为呢，这个地方就是位于今日的孟加拉国的叫做孟什干杰县。那么古代呢，这个县它称为叫皮诃罗普尔。那么根据孟加拉国的这个历史记载哦，从10世纪到13世纪中期，这个地区先后出现了几个王朝的这个地方呢，都是这个旃陀罗王朝、拔摩王朝，还有希纳王朝的这个都城，就是首都。当时呢，这个地方就是中亚地区的一个很重要的佛教中心。那么他诞生的家族是怎么样一个家族呢？那阿底峡尊者呢，出生在当地的一个王族家庭哦，据说呢是巴拉王朝的后裔。他的父亲名为善圣吉祥，那么母亲呢名为吉祥圣光。那么父母呢育有3个儿子，依序是莲花藏、月藏，还有最小的是叫吉祥藏。那么阿底峡尊者呢是次子，第2个孩子叫月藏。那么根据现在的孟加拉国的历史记载，那阿底峡尊者父亲，他的父亲名字是加里耶纳旃陀罗，是东孟加拉这个旃陀罗王朝的第3任国王。那他在位的时间呢，是公元975年到1000年。正如这个仲敦巴大师他在赞颂文，就是阿底峡尊者赞颂文中就有提到这么一句说：贵族萨霍尔王族。所以这里我们很清楚知道阿底峡尊者他只是出生在一个王族家庭的。那么在这里值得一提的就是藏王赤松德赞那个时候，也就是阿底峡尊者诞生前约200年。当时有一位大堪布，印度的大堪布叫吉护论师他就从东印度来到了藏地，所以他也是来自这个东印度的。而且呢，根据口述传承他跟阿底峡尊者是同一个世系的这个后裔。
这一点呢，是可以从仲敦巴的，就是阿底峡尊者33中得到印证。其中就提到说，吉护菩萨所生之传承。所以由此可见在藏传佛教历史上，具有这个极大影响力的2位印度大师，一位是前弘期的吉护论师，还有后弘期这个初期的阿底峡尊者。他们不仅呢都是来自东印度，而且出自同一世系，都是同一世系的这个后裔所以这确实是很令人惊叹的一件事。那这很可能，我想这也是有着特殊的一个意义在的。接着少年时期的阿底峡尊者，这里介绍一下少年时期。那尊者呢，幼年时的这个法名叫做就是月藏。他从小聪慧过人，而且对于父母，是非常孝顺的。同时呢，尊者的相貌端严俊美，而且令人一见就倾心。尊者他本人呢，也曾经说过，由于我相貌端正，即使是已经远离贪执的上师们，也都慈爱我，就对我很慈爱。那更不用说一般人了。所以同时他还说，所以因此所有的上师都把我放在心上。就是由于这个尊者他相貌端正所以不论是上师们或者说一般人总是记得他，会把他放在心上。这样，尤其呢，尊者特别跟度母有很特殊的因缘，他从小就能亲见度母，并且得到这个度母的加持。那么有一次，应该是他还就是快要能会说话之前吧，总之或者刚会说话的那个时候吧。有一天，这个尊者他躺在皇宫的这个卧榻上休息的时候，从他的床下就突然传来一个巨大的声响。这时候他的父母也很紧张听到之后就赶快去查看，发现呢是一只大的蝎子，可能是从哪里掉下来的吧。总之，他们看到当时尊者，就阿底峡尊者是丝毫也不感到这种恐惧。那个蝎子呢，也就自行离去了。尊者呢，他后来就解释说，这是见到本尊，或者是获得这个修行成就之前必经的这个障碍。第二天呢，又传来同样的巨响。这时候他的母亲又前去查看。那这时候他母亲看到的是什么呢？是一朵这个刚刚绽放的这个青莲花。所以你可以看到他的父母亲看到的是青莲花，但是尊者说
正是在那个时候，他亲见到了杜姆。所以从此以后，每当这个尊者他心中，比如说升起疑惑，很多时候有一些事情他没有办法做决定啊，等等这些，总之升起疑惑的时候，他只要在杜姆的一个唐卡前这个供养，还有祈请。那么，即便这个杜姆他不直接开示，但是他内心的这个细论，或者说内心的这些疑惑，也都能自然化解。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尊者和杜姆，阿底峡尊者和杜姆有着这样一个特殊的因缘。那么阿底峡尊者在10岁之前，他学习了医药、工艺，还有文字，像正字学啊等等这些文法、正字学、文字等等这些诸多的各种学问，而且都达到了极为精通的这个境界。之后，直到21岁，他完整的学习了这个外道的声明学和音明，以及这个佛教的这个声明学还有音明。那因为他是身为这个王族，尤其是王子哦，所以他需要学习很多的这些知识。譬如说，他精通了古印度64种技艺哦，可以说他在声明学和音明方面的造诣都非常完美。那么特别我们谈到尊者在声明还有音明方面的造诣哦，根据大格西叫卓隆巴，他有一段记载，尊者在15岁的时候，他只是听闻一遍这个正理低论之后，他就能跟当时一位知名的外道进行辩论，而且折服对方，从此就声名远播。那时候他才15岁。当阿底峡尊者来到藏地的时候，他发现就是藏地呢，这里连声明这个词都不存在。那么有一次，他的侍者叫庞敦，他在这个侍者在诵持这个大悲咒，就是藏文称叫观音长咒哦。就他的这个侍者在诵持这个咒，然后并且做这个加持的时候，它确实产生了很大的加持力。对于这一点尊者的解释是，庞敦的咒音发音并不正确，所以这种加持力并非来自于咒语本身，而是源于他的这个善心。还有记载有提到说，偶尔当这个尊者他的手背疼痛的时候，他也会叫这个庞敦来为他加持。他就说：“你帮我这个手背念念这个咒语来加持吧，因为你有善心。”所以这就是开头提到说，阿底峡尊者发现这里连声明都这个词都没有，就是所以他们藏地的藏族他们在念这个咒音是并不准确，但是因为有善心还是有加持力的。同时尊者还有提到过，你们藏地虽然有音明学的名目这个科目，但是你们没有办法与外道辩论。如果真的遇到这种情况你们恐怕难以应付。
所以这里可以看到，就尊者他自己真的是精通这个音明、声明等等这些学科的。所以不只是声明，还有音明。那么在他出家之前，他对于这个佛法也就是内明他也很广泛的、深入的做了学习。所以像阿底峡尊者在他22岁的时候，他到了一座寺院叫黑山寺，他就亲见到这个喜金刚本尊，而且获得空行母的授记。他是当时跟随这位叫罗侯罗古达上师，从他那里接受了这个完整的喜金刚灌顶，而且呢，他也得到了这个密号，就叫做智慧金刚。他不只是依止这位罗侯罗古达上师，他还跟随一位这个成就非凡的研磨瑜伽士，叫迦摩罗热贾德学习。这位上师呢，他有很强大的这种神通力，他能够将酒转化成乳，更能够在恒河上这个铺展他的卧具，然后渡越过这个恒河。所以他也在跟随他领受了这种大量的密法教授。另外呢，他还跟随过阿瓦杜迪巴上师学习。至于跟随时间的长短，说法是不一的，有人说是7年，有人说是12年。根据纳措义师的记载是9年。那么记载当中也有提到，尊者他通达了中观的见解，他所通达这些见解，大部分就是从这位上师处听闻跟学习的。那么，所以可以看到，当时呢，中观见大部分都是在东印度很流行的。那么，由于这位阿沃杜迪巴上师本人，他就是瑜伽行中观派的一个行者。所以尊者也持守瑜伽行中观派的见解。后来在藏地的时候，就有弟子向尊者请问说：“您为何要持守瑜伽行中观见呢？”尊者的回答是：“我也曾经向阿沃这个杜迪巴上师请教过同样的问题，上师就告诉我，我是透过这个法门而亲见诸法实相的，因此你也应当持守这样的见解。”这就是为什么这个阿底峡尊者他持守瑜伽行中观见的。尊者呢跟随阿瓦杜迪巴大师很多年。在他跟随的那些年当中，师徒之间从来没有这种世俗的闲谈。所谓世俗闲谈，例如比如说今天天气怎么样啊等等，这些闲谈是都没有的。有时阿底峡尊者献上经的曼达，祈请传法，上师却不传法，不开始。但有时呢，尊者他没有请法，这个上师呢却迫不及待的这个要传授尊者这个教法。有一次阿底峡尊者和他的上师阿瓦杜迪巴大师他们二人走在一个狭窄的独木桥上。这时候上师就突然回头跟阿底峡尊者说，告诫他说：“孩子啊，在你未能断除我执之前，即使是最微细的恶业，也要谨慎避免。”
所以他的这位上师平常话不多，但尊者就提到说，但他的上师的每一句教诲，都能令弟子开启殊胜的证悟。总之，尊者呢，从他的很多的故事传记里面都提到，他亲近过许多的上师，特别是在密乘方面，他跟随许多具有大成就的这个上师领受这些密法教法。尊者他本人呢，主要效法的是阿瓦杜迪巴的行持。这种行持就舍弃一切的世间的修禅有人说是6年，有人说是3年，尊者就专修这种行持。他就在森林里面专修这样的一个行持。另外呢，尊者另外一位著名的上师叫香提巴，他是当时最负盛名的一位唯识派的大师。